2012苦了媽媽，雙非湧港，逼爆產房，逼爆健康院，逼爆兒科，逼爆小學。本地家長納嘅稅錢卻要俾雙非享用，公理何在？為反對赤化教育，729 9萬家長學生上咗街，但政府仍然無動於衷，所以我哋先至企出嚟向大話教育說不，向政黨說不，向雙非說不。我哋要求政府立即擱置國民教育科，立即停止向雙非發放福利，即是雙非兒童不能再享有香港嘅醫療、學位分配、綜援等本地兒童應有嘅福利。全力支持港人港地，反腐倡廉。我哋香港弱勢社群互聯會只用3日時間提名，不求議席，不求勝利，指望你的一票可令5萬保證金還返俾支持我哋嘅家長。請投4號嚴鳳智團隊一票，同學加油，家長加油！